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那么农历的春节呢，特别来搞哦，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但是呢，遇到这个疫情的问题吼，大家又是战战兢兢。不过呢，咱日子也是爱过，所以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台南市政府哦3位非常重要的首长，在咱节目当中来跟咱的观众朋友吼，做伙来探讨讲啊，咱要安怎吼，会当做好防疫的同时呢，好好来过一个好年。今麦就为大家来介绍这3位贵宾。好，咱今麦首先为大家介绍是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叶志山局长，欢迎您。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接下来是观光旅游局的郭珍惠局长。我们主持人各有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接下来这位是交通局的王明德局长。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明德。是哇，真的很开心哦，3位局长聚集在一起哈，一起来跟我们这个过年前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说，怎么样在这个疫情之下，好好过一个比较安全健康哦，然后又可以开开心心的年。好，那当然在进入正式主题之前，我想哦，因为呢，我们很想要了解说，我们台南市政府这3个局算是我们台南市政府上大局的3局啦哈。啊，到咱节目当中，大家想要来了解一下讲，这是去年一年吼，咱伫疫情当中呢，是不是有甲咱这个工作做好？当然是有啦吼。所以，到咱节目当中来，甲咱的市民朋友做一个报告。咱首先要请教局长吼，去年一年，咱文化局方面就恁的业务吼，你有做出什么款的成绩？是甲咱的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是去年虽然是疫情的影响，不过黄市长伊一直要求讲咱的市政不能够停息了吼。所以文化单位有寡建设性的物件，嘛是持续的执行。所以去年以正月初2，咱的新总图以鹰空炮校的新总图也如期来做开幕吼。是。所所以去年1月2号正式开幕之后，虽然5月份疫情较严重，所以全国相关的这社教机构拢闭馆不过去年一整年下来。到目前已经突破80万人次的参观，所以这新总图已经变作是台湾一个上新上有文化创意产业结合一个新的图书馆了对。所以像一般的图书馆完全无同款，所以这嘛是台湾非常重要一个文化地标。对。另外是讲咱以去年咱另外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文化资产的建设。是迄个中西区咱的大菜市的古迹的修复所以咱的西市场的修复会当讲是以台南市已经拖20档，所以黄市长上任了一直积极推动这个古迹修复，所以咱的去年正式完成了西市场的修复，所以大家也经过这个大菜市，其实就会当看到伊过去哇，伊的主要立面已经修复了非常非常的水。另外就是讲，咱的龙田车站边有一个文化资产教育园区所以迄个文化资产教育园区已经嘛整理完成所以最近嘛已经正式对外来做开放，所以这拢是去年非常重要这个大型的一些建设了吼当然疫情当中，咱嘛是在协助咱这艺文团体怎么样子走过疫情的困境，所以。黄市长嘛非常照顾咱台南市的这艺文团队，所以咱透过一些纾困的方式，这表演艺术团队在家里可以继续去做创作也把他们过去的一些制作的这些表演做成影音的部分，让它放在我们的网络上，让民众可以透过网络一样可以看到很精彩的一个表演。另外是迄时阵疫情非常严重，这个学校拢停课所以伊厝的时阵黄市长讲，我们来制作一个节目，因为小朋友喜爱听故事，所以我们就制作了一个阿哲陪你带小孩的一个故事节目所以嘛获得很多的家长的一个肯定跟欢迎了哈。所以去年虽然疫情比较严重，但是我们整个艺文活动的推广其实也都不停息，透过网络的方式，让大家同时可以欣赏到非常棒的这样子的艺文节目，所以以去年透当，其实文化局的同事大家嘛是小共非常的打拼，希望咱的文化建设可以累积更多丰硕的一个成果，咱台南市的民众来当享受到非常好的这文化建设。
对，哇，所以这样听起来哈，我们文化局在这个文化艺术各方面，其实不会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而停摆，反而是做得更好，受到肯定。好，那我们观光旅游局又交出什么样的成绩单呢？咱来请教肯定。大家支持您哦。其实去年一当大家有一段时间在观光产业是蛮辛苦的啦，因为我们2、3级就发生在大概4月下旬，一路到大概8月左右嘛。不过嘛，咱的市民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伫咧上歹的时阵就是2、3级、3级警戒的时阵，拢无人可以到后来，咱伫咧10月份，我们有相当好的一个，也是全国的第一我们的反弹率就是讲游客感觉讲咱台湾做安全呢，咱台南做安全呢，来到台南，这嘛是市长就到昨咱已经206天拢无这个疫情，无本土案例是，这嘛是一个好的成绩，让大家有信心。所以我们的反弹率有到315%那我们的全国的这个住宿率的一个比较嘛，足感谢咱的市民朋友的这个支持甲咱的旅宿业者的这个斗相共我们在这个目前看到的一个数字去年我们的在全国旅馆的一个住宿，我们是拿到了住宿率是拿到全国第一所以阮那时这阮那时爱各局处啦，观光旅游局较特殊因为市长对于咱这观光因为观光是一个有点像是火车头的一个产业人哪里来外地人哪里来，伊各行各业都会当受惠啦，伊会买啊，伊会食，伊会住四界去看，加减拢会伫咱家开寡钱所以其实，在市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指示之下咱规个市政府包含说文化局交通局，我们各个局处其实都通力合作我们同仁也很努力。阮去年其实嘛办真侪活动包含大概是知影像五月天。16天我们来过台南嘛，来台南另外就是讲咱的一寡第二个区的这个活动包含说我们的这个七股的海鲜节，去年也是爆量但是因为我们人数管制所以风评也非常的一个好那还有甜蜜节第一次在西北的那个地景公园，那办理的时候呢，也是创下了那个历年来第一次有1万多人可以在短短的5个小时来到我们的这个新营的地景就是台糖的这个地景公园这里糖业文化园区所以我嘛感觉讲这一路咱的一寡活动嘛受到咱的全国民众的一个肯定当然在市长他重视这个防疫的前提之下全部的市民也很感谢大家的一个通力配合，咱较有法度今仔日有一个安心的环境当然对在疫情的一个2、3级的期间我们也在率先全国我们推出了这个针对旅宿业的一个防疫的准备的一个补助市长第一时间他就动用这个2倍金来支持我们整个的一个补助的计划这个钱要做啥呢？就是希望讲，互饭店、互民宿的业者，伊对着这个防疫的这个工作，也会当更落实。互因资源，互因钱，会当好好做工作。阮规个这个跟中央争取的这一个安心游的一个补助我们总共也推动了30.5万房也吸引了很多的观光客来到台南当然建设也不能停这个也是市长上任以来一直都不断的给咱提醒希望讲咱在做这个活动的这个时阵嘛，爱去想到讲我们观光景区的一个营造跟这个在吸引其他的一个观光客来的一个卖点所以我们在去年也成功跟中央争取到了这个1.86亿的观光前瞻的一个计划，总共会在3个区域在今年底也都要把它完成一个是在咱的关仔岭。另外一个就是伫咱的将军，来这个一个是伫咧新化3个区，咱有1.86亿的钱会当来做所以咱嘛希望就是讲透过不管是建设因为有建设，咱至少那个就会有一些活水嘛另外嘛希望讲，咱透过咱活动的办理在注重防疫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让旅客来到台南，他是安心的。我们的民众配合咱中央的政策，咱防疫的一个相关的规定。那台南市呢，我们也是在这个相关的一个防疫的措施再去做一个落实那这就是阮伫咧去年其实工课足多
啊，嘛不法度讲一时半刻讲会了，简单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对，没错。其实去年有到那个疫情严重的时候啦，其实冲击很大，就是文化观光这一块。那观光这一块，我们台南市还可以像局长讲的，哇，住宿率第一，然后很多活动也办得很成功那台南其实就是说这个疫情也就是200多天都是很安全的，可见就是说全国民众会觉得说，咱台南市的是讲有好耍的所在，但是相对的也安全，他刚来啦，所以这一块是蛮值得肯定的。好，那接下来要访问交通局方面，然后那交通局呢，就是说其实交通做得好不好，就是我们先进都市的一个指标嘛，没错。所以呢，我们交通好不好呢？其实很多人都是很肯定的。那当然，我们就请局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主持人。我想交通的工作呢，跟市民朋友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市长也一直叮咛，只是我们就是说要把交通的工作当作是一种服务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是旧城区，那因为街廓啦、路幅啦比较小、比较短所以在先天的限制上，如何是去积极的去第一个让民众有感，就是说。虽然车大量的涌进来，那一定会让速度变慢这个大家会拥塞。可是对于问题的解决跟排除能够及时，而且让市民朋友觉得这个有进步，然后循序渐进的让这个交通的这个安全，注重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把交通的这个效率提高。我想这个是我们积极努力的工作那我想在这种先天限制下，那就需要靠科技的帮忙所以我想我这边举3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跟民众贴身有关的这个我们的成果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是在交通拥塞的解决上我想交通的习性要因地制宜古峡谷有旧城区的问题，可是在这个运输的大家连外的这个交通的干道上又有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们用不同的手段来处理在旧城区的部分大家比较难以判断这个车流的方向所以我们其实是用路网动态路网的这个智慧交通号志控制的方式来解决。就是说我们会自动侦测在旧城区的路网里面道路的这个拥塞程度，然后透过这个判断呢来及时调控红绿灯的秒数，让红绿灯的秒数更有效率在这个需要比较多绿灯的方向，给它多一点的时间。我想这个是在这个智慧的交通的科技上可以给我们协助。那另外是在平雄大家比较上下班的这个3大交流，那么台南是比较偏西边3大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交流道永康、大湾跟仁德，这个是大家连外要去上班通勤比较需要经过的路段。那这些路廊上我们用干道的方式来处理让这个第一个把周期延长，让大家在一个绿灯的时间里面可以通过的路口数变多。那我想透过这样子比较有效率的这个车流的疏导的方式呢，可以让大家明显感受到车流变顺畅了，然后我要通过这个某一个路段的时间可以来缩减。我想这个是透过我们这样的梳理确实是有效果对。发现旅行时间的节省大概可以少了11%到12%，当然是几分钟的差距，可是各位不要想那几分钟，全部的用路人都节省起来，那就表示这个 total 的旅行时间其实是有效果的。是。那另外是对于大型活动的举办，大家就是短时间要涌进跟疏散这么多的人潮所以现在市府所有的各个局处也是文化观光办活动，我们都要跳进去一起来帮忙。然后这个对于事前的交通规划，比如说开车的人来了之后怎么办？停车怎么处理？那怎么样鼓励大家多搭公车？所以公车怎么处理？那如果邻近的停车格位不够，那我们就鼓励是在外围找停车位，然后开接驳车，让他搭接驳车进来。我想对于这些疏运措施的这些事情的规划，我们就会跟相关单位一起来合作。那另外是在活动办理当中，那我们有交控中心，所以交控中心除了在路口的摄影机的监控之外，我们这个也出动了无人机我们也有，那警察局也有，来对于活动周边的这一些整体的，因为交通是路网的概念，我只处理了一个路口，那前面的路口没有处理，交通是疏解不掉的，所以需要有路网的概念来处理所以透过这些经验的累积啦，我们想我其实
比较了一下各个层次的交通局我们台南的交通局应该是处理活动的交通的经验应该最丰富的。这个在市长的领导之下，我们大大小小的各种的活动，而且都在很艰困的这个城区来办理。我想我们透过这些经验的累积，我们可以把这些这个活动办理的相关的交通措施能够做得越来越好。我想这个是在交通的疏导上面的这个成果。那第二个是在也是跟市民朋友有感的是在停车空间的供给上所以我们积极来建设我们跟中央争取的9个前瞻立体停车场的补助它这个也陆陆续续都已经开始施工新建。那比较值得期待的是，今年会陆陆续续的有第1场、第2场的、第3场的完工那在这个比较快的是在西门健康的立体停车场，那接下来是我们这个水平温的停车场，还有这个体山的停车场，这个是在今年可以陆陆续续看到成果的我想这个是在对于解决旧城区的这个停车位不足的地方我想这个是透过之前的争取补助，然后规划施工那我想今年陆陆续续就可以开始这个有这个完工的成果，那可以来市民朋友来一起来共享。那最后一个是我们解决偏远地区这个民众出行不易的部分，就是小黄公车的政策。那这个是在市长上任之后，市长非常积极支持，而且受到市民朋友肯定的政策。对。那我想我们已经推动了，今年是要推动第3期的。那陆陆续续，今年第3期结束之后，我们会有20条的路线。那我想。今年重点会在这个海线这个将军、北门、溪谷这几个地方然后还有最远的这个偏区，我们南化水库这个部分也会有1条小黄公车路线。我想市长已经指示了，小黄公车的服务呢是要持续的来开通所以我们也陆陆续续会盘点在这些我们大型的公车服务不到的地方会陆续来盘点。那有需要的地方，我们会把这种比较及时的。有预约服务方式的这种小黄公车的服务，能够带给比较偏区的民众，那提升他们出外的这一些品质跟出外的这些便利性。对，哇，所以我们交通局有照顾到这个弱势民众比较偏远地区他们的这个交通的问题，然后也有疏解这个交通，然后停车场也在新建，所以其实这个交通方面，咱的市民朋友应该家己本身感受上该深嘛好，那以上就是咱文化观光跟交通方面来跟大家市民朋友们呢报告说，去年大概做了哪些成果？那相信这些成果大家都有所感受。接下来咱就要甲观众朋友做伙来探讨讲，咱今年过年期间要安怎去佚佗，可以当甲防疫做好啦所以一开始先请教文化局长因为今年的疫情就是之前这样，现在这样子又感觉说好像又严重起来但是呢过年期间大家拢放假可能家家嘛想讲咱嘛是爱好好过一个年所以咱台南市方面，伫这个过年期间，到底伫文化甲观光还有交通方面是安怎来做好这个防疫工作？会不会说因为这个疫情，然后让我们之前的一些活动规划有改变呢？我们先请教文化局长。是咱讲过年要去对行村来台南一定就是对所以为着要让大家非常安心来行村所以防疫的工作当然列为首要。是咱知影讲，咱黄市长是公卫专家所以为什么台南市的防疫工作做得这么好？是因为咱有一个对防疫作为非常非常有所谓的前瞻布局的市长，所以这方面市长也特别交代各局处。一定要做好防疫工作。所以咱过年行春，其实咱所有的园区、观光旅游景点、文化古迹景点等等，其实咱都有做好一个 SOP 的一个防疫作为，然后譬如讲实名制，我想这个部分其实不管是室内户外，我都有做到实名制。第二件就是讲，人流的管制，因为假讲人过于拥挤的话，对整个防疫在处理上其实是不好的，所以人流的管制我一直拢有在做所以大家也要来佚佗，要去对一个景点，你会当上阮的这个文化局的各景点的网站，我拢会你讲，现在是安全的人流管制的状况，所以你会让来如果出现红色的话，你就是表示讲人潮过多了，大家可以选择其他的景点先去走走所以有关人流的管制，嘛是阮在行春期间，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为。啊，第三部分就是讲，阮的员工、阮的同事都会勤消毒吼。对于一些民众常常会去碰触的东西，我们会去勤消毒，包括一些博物馆里面有一些互动性的部分，如果互动性人太多的话，那么可能我们会先做暂停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行为哦。所以这比如说我们会透过消毒的方式，避免这样子的接触的一种感染的机会的发生了吼。所以就是讲以户外空间的时阵，人潮很多的时阵，我们也会透过人为的举牌的方式去做劝导，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人际的一个距离了吼。所以有关的这些防疫作为，因为前一站已经操作的非常有经验了，所以这方面我们绝对会做到滴水不漏尽量能够让大家在参访的过程当中能够玩得尽兴，那也可以感到非常的安心。哇，所以我们市政府有一套这个 SOP 流程，如果照着这样做的话，我们应该是相对的比较安全啦哈。那另外就是很多人会从这个其他县市来到我们台南佚佗嘛，来佚佗的时阵，其实他有的会住宿，那这方面可能要请教那个郭局长哦。得讲那来住宿的时阵，那旅馆方面是不是也有一套这样子类似这样的一个标准？旅宿业其实它的接触的时间更长嘛，所以伊的风险会相对较高。嘛，甲市民朋友讲那个观众朋友做几个报告我们其实旅宿业的部分大概97%、98%左右都已经2剂完全接种了。是然后目前呢，防疫旅馆第3剂也都打完了都打得差不多了。我们也是在鼓励我们的旅宿业者在第3剂的部分赶快来加强，因为他们会是我们接到外国那个外地旅客的第一线。对，他会来自全台湾各个县市政府所以咱其实伫咧去年咱就有因为是2、3级的期间嘛，就已经有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所谓强度比较高的一个防疫的一个 SOP 我们也在这个9月、10月份的时候，我们根据这个中央的一个办法，我们订定了属于台南各地的咱那几个一般旅馆一般旅宿业者，旅馆加民宿他如果有旅客在他的住宿设施里面确诊，我们有一个 SOP 包含说如果有客人确诊，那当然他就必须要做一个全馆的一个消毒。那如果有员工确诊，他就必须要停业1天来再做一个总检讨再做一个总整理拜托这个专业的清消公司来协助那另外在这个一般旅客他的这个进退房的时候，我们也会针对这个一般的旅客我们现在是要求我们的旅宿业者，他希望他能够至少间隔3小时以上，才让下一组的客人进来。是。那在清消上面呢，目前我们的旅馆跟民宿有的旅馆更仔细小心的，甚至是做到每半小时、每1小时在公共区域的一个清消的一个服务因为其实保障他自己的员工，那也是在保障我们的旅客的一个安全。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跟这个我们的旅宿的业者来一起共同做好这个防疫的工作因为他们有相对的一个风险。那我们也都在这个像在大概3个礼拜前，我们就有针对这个加强这个清消的部分我们也有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训练，然后包含说我们也请 CDC， 我们跟卫生局合作，我们找防疫医师他专业的防疫医师来针对我们的旅宿业者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训练。那同时我们也针对我们的这个在负责旅宿业稽查的这个我们观旅局的同仁，我们也有做这个稽查的一个再加强的一个训练。那目前像在防疫旅馆的部分、防疫旅宿的部分，这是咱的市民朋友会较惊吓的刚刚风险更高。对，就是我们也启动了这个，就是当然刚刚讲到的3剂的完成接种之外那我们也针对这个防疫旅宿的部分，我们稽查的强度变得更高。本来在去年我们是2个礼拜1次现在已经变成1个礼拜1次。那另外呢，我们也针对旅宿业的这一个空调的系统我们也去做了这个各个
防疫旅馆的一个再确认，防疫旅宿的一个再确认，已经也在这2个礼拜把所有的我们的防疫旅宿这1458房左右全部都有再做过一次确认是，就是希望说不管是我们在外的游子他回来要做这个居检在旅馆的时候，在民宿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个不会有交叉感染的机会，一个安心的一个环境。那另外呢，我们相对应的 SOP， 包含市长常常都也，如果媒体有提到他都会来回馈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如果有确诊者的话，我们的清消是由台南市政府委托专业的事业废弃物的公司来帮忙做这个清洁消毒的服务是，这希望就是讲，让咱的市民朋友会到安心，因为在里面工作的从业人员也是我们的市民那另外就是来的旅客也可以看到台南市政府在这整个防疫的作为上面的一个努力，我们做的都比别人还要早还要快那这也是黄市长在整个我们在针对这个 COVID-19 的因应的作为上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策略。那我们持续会来办理这个也请市民朋友放心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整个旅宿业守好。那当然在景点的部分，我们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做那过去这一段时间台南有一个很好的成绩就是因为我们防疫做得好所以我们在去年年底，我们拿到了这个政府服务奖，就是用民宿的服务拿到了政府服务奖那另外呢，我们也一直都在开新的民宿跟旅馆我们去年到年底新开了171家。哇，这是全国的第1名那对啊，也就是因为大家对台南是有信任的，包含说我们在这个月也有一家新的旅馆，大型的旅馆，也是国际知名品牌，也在安平区开幕了就是在这么辛苦的状态下，我们的业者还愿意来投资，因为他看到了我们相对应的一些防疫的作为，特别是对旅宿业者的部分的一个辅导。那我们会继续努力下去，也把台南我们市民朋友的这个健康能够做一个最好的一个保障的一个努力。对，没错，因为很多这个因为疫情的影响，然后都倒去嘛结果在咱台南要来开，表示讲看我们台南有做好这个防疫工作，然后可能观光人潮也是会有啦不一般可能咱真侪民众烦恼讲哇，现在疫情尤其北部严重嘛，然后就会想说过年期间他们从北部下来会不会会有这个安全这个疫情扩散的顾虑？但是刚听完局长讲，就是说这方面我们都已经有一套 SOP， 然后都有很严格在执行了，所以大家就可以比较安心一点好，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在过年期间，可能这个公共运输方面，民众的需求量也是蛮大的，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交通局长有没有做好这个在公共运输方面的防疫工作？好，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一些我们春节准备好的这些疏运措施之外呢，当然大家使用这些疏运措施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防疫工作。我想在防疫期间，尤其是搭乘公共运输，如果你是自行开车，那当然这个在去到比如说去休息区去服务区，那当然就要佩戴口罩。那在车子里面，如果只有一个人，当然不用。可是车上如果有其他同行的这个乘客，还是要佩戴起口罩。那另外是搭乘公共运输，因为是不特定的空间不特定的人的接触，所以一定是全程佩戴口罩。然后另外是这个非必要的饮食，请大家要尽量避免。如果你一定要喝水或者是吃药，请记得要在保持适当的这个社交距离底下能够来使用。我想目前在搭乘长途的公共，比如说像高铁、台铁，还是维持这样的措施啦。你车上可以吃，可是必须要保持在社交距离底下才能够吃。我想这个是在提醒，如果是使用公共运输，不管是长程的台铁、高铁客运，还是短程在市区搭公车的这个旅客要注意。那另外是这个除了乘客注意之外，我们也会持续的加强场站跟车辆的清洁消毒这个频率都会来提升。那对于从业人员的这个安全健康的管理也会注意，比如说出车前要来量体温然后要做自我的健康的监测。我想这个是在防疫底下会持续来推动。对，这非常的重要啦就是说除了说交通局把这方面做好因为这个接触的人实在太多，那我们民众自己本身真的口罩一定要戴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咱接下来咱较轻松一点嘛特别来请教咱的文化局长咱台南市在过年期间到底有什么款的活动，咱民众有当好好来参与的呢？
是拄好话啊，大家介绍讲啊，要过年要选对一个县市，当然一定要选台南啦吼。台南是文化的首都，所以过年期间其实咱有足侪啊，配合新春的活动啊，很多元很丰富。所以这要啊，咱这好朋友大家来介绍啦吼。当然来到台南市，你要行春，一定爱来咱的古迹区就对了吼。所以咱有一个特别规划的一个古迹行春。所以不管是安平古堡，还是讲咱的赤坎楼、义在金城、咱的安平树屋等等，咱这的重要的国定古迹内底，这处拢有以过年期间安排足一表演活动。同时，因为今年是虎年，所以咱也特别以赤坎楼有安排一个虎爷的这个展览吼，所以让大家去认识讲，咱的寺庙内底定以迄个主神呢。下骹有看到这虎爷，为什么这虎爷特色是啥物？台南的虎爷特色又是啥物？所以这是真符合今年虎爷的这个主题的展览，都在我们的古迹区。另外就是讲，咱以过年期间其实有2个足重要的灯节活动啦吼。一个是咱的龙旗光节吼，这是咱的台南市的良家，是咱上西这个区域的对。这一个龙旗光节被誉为最美的山林灯节对啦吼，所以这个灯节其实伊是一个山林内底，一个山凹内底，所以当讲是非常的特殊，像台湾各地的灯节截然的不一样。对，所以值得大家可以来参观一个台湾非常特殊的山林灯节，跟整个生态环境做了充分的结合。另外是一个讲。被誉为说是台湾上艺术的艺术灯节，而是咱的月丁港灯节。月丁港灯节今年迈入第10届，所以会当讲今年因为是第10档，所以整个灯区的扩大范围是以往的3倍，以往的3倍。所以最近阮同事去行了一日回来。大概要2.5个小时啦，2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运动量绝对够里面的作品非常的丰富多元，总共有83件的组件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在水域，有的在陆地上，有的在巷弄，有的在废弃的盐水车站，那这些作品还有很多是属于数位化的一些艺术作品，所以今年当公司科技数位。加上整个水域的这些灯饰，当恭喜非常的水所以邀请大家务必来参观这个月经港灯节。另外，咱有一个安内影视基地，而且咱过去的咸水糖厂对啦进这影视基地所以市长为着要让大家会当来过一个很不一样的年，所以咱进的影视基地在大年初2到初6。也有做开放、做线上的预约，那里面布置成150年前府城的过年的一个氛围，所以大家也当来到安内影视基地，然后去租用古时候的这些服装，那感觉好像踏到一个150年前的府城来过年所以也当日时来看影视基地。暗时看月经港灯节，所以会当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过年的体验了，对啦吼。另外要大家介绍是讲因为疫情期间，大家拢有感觉讲需要被抚慰的感觉，所以咱也特别这处像格马葛居士以咱的无缘公会堂，有办了一个唐卡的木雕的一个大展，每一座的木雕的展览大概都快3公尺高。总共有20座的唐卡的一个木雕的一个创作，非常具有艺术性，所以也希望说在疫情期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展览，能够让大家感到非常的平安所以这个也是今年特别为了这个疫后所做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展览。另外是讲台南市近非常夯的2个景点，一个是山上水稻博物馆，一个是我们的化石园区。那我们的化石园区很多的内容展览，包括影片等等，沉浸式剧场都做了一些更新，所以值得大家一游再游，非常适合亲子共同来旅游。另外，水稻因为面积非常的大，有50几公顷，所以大家来到这边其实是最安全，因为它最能够保持人际的距离。里面今年也特别规划了一个亲子区，所以大家可以来到一个
非常生态又是国定古迹的一个园区尽情的来度过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年，里面的这些花艺的布置等等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很适合年轻朋友们来这边拍照打卡。对。那另外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艺文中心，这边特别介绍，像总爷艺文中心它有一个蜜蜂艺术节。那像我们的骁龙文化园区，它也配合了整个过年有所谓的 FOCA 来14仓来过年，所以 FOCA 是一个马戏的一个表演艺术团体，所以会来我们的骁龙文化园区做很精彩的马戏的演出，所以过年来园区看马戏的表演，我觉得最符合亲子之旅了哦。是。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文化中心，其实也有都很特别的一些展览，像我们的新营文化中心有布置了一个很温馨的客厅，欢迎大家来拍全家福的照片。大家过年期间都会拍全家福，那么我们特别为你打造了一个很特别拍全家福的场景，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文化中心来迎春来拍照。那另外就是我刚刚有特别介绍，我们刚开幕的龙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我们又叫做恰恰园区，就是邀请你来跟我们的文化资产来共舞，然后那里面有全国最大的沉浸式的一个剧场，也有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弹珠台。那这些设施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所谓的嘉南大圳跟乌山头水库的这些水利设施，我们透过沉浸式剧场的方式跟所谓的游剧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边的历史跟文化，非常的有趣。大家可以搭火车在我们的龙田车站下来，走个3-5分钟就到我们的园区。这是一个全新台湾目前最新的一个园区。那另外就是我刚刚有特别介绍，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个文化新亮点就是我们的新总图。那新总图也会配合过年期间有很多的活动，大家可以来这边看书打卡。过年期间其实找自己一本喜欢看的书，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种过年的一种方式，透过阅读来享受过年的一个氛围。那另外要跟大家报告的最后一点就是，虽然有很多的行春活动，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跟大家共同来做好防疫的工作，让大家在虎年新春的时候也都能够平平安安。哇，听完局长的介绍，我觉得说虽然有疫情但是我们的活动还真的很多而且每一个都这么精彩，像很多都很想去，尤其是2大灯节一直延续到2月底，对不对？是到2月28号。哇，所以这个灯节其实我觉得每次这个灯节真的是全国有名的。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灯节已经10年嘛，对，月津港灯节，然后它其实结合了就当地的一些这个水景那其实做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棒哦。那其实在这个做的过程是不是有遇到很多困难？是，其实在过程当中必须跟艺术家很多的讨论，因为艺术家都是现地创作，他所创造的作品其实是跟当地的这些环境空间结合在一起。是。那像龙旗光节就是艺术家跟当地的居民大家共创出来的很多的这些作品。而且这些作品量体是1年比1年大，像今年的龙旗光节还有钟乳石洞，哇，那个尺度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真的很值得大家共同来参访。对，那个灯跟我们一般看到那什么台湾灯节那种就一座花灯，那个是完全不一样。完了整个搭起来到现场看，真的很震撼，很感动所以其实真的是大家要去，但是相对的是说，很多人会去，这个防疫工作真的要注意口罩戴好要拍照什么的也要注意那个有没有距离好，那另外就是文化方面的这个活动很多，观光方面的我们也请那个局长跟我们谈一下。讲到观光旅游就是重点就是在山边跟海边的这一个景区的一个推广所以我们今年也特别在这个2月1号到2月5号，我们在葫芦皮跟德源皮2个，我们也是一个观光景区我们推出了这个来找你的林中湖。那每1个小时呢，我们都会有合适全家大小的一个活动那也有一些 DIY 的一个行程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时间过来。那另外呢，在我们虎头皮的部分讲到虎这个就是今年的一个主角对，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来到虎头皮来找我们的虎皮五宝在我们整个虎头皮里面有很多这个隐藏版的老虎当然最明显的就是一进去的这个老虎的一个地标
那我们也在228之前都有一个相关的活动哦，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寻找好利喝文。那年货大街的部分呢，我们在新化有每年其实都受到很大的一个瞩目哦。那虽然说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摊位数有点小小的调整哦，但是也一样会热闹到2月28。那在这个新化呢，我们还有一些小型的一个市集哦。其实，在年节期间，从2月1号到2月6号，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老街走一走、逛一逛哦，感受一下这个浓浓的年节气味。那我们在跟高雄也合作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双城喜迎财神的活动哦。是，对，大家都知道过年大家就是走春，除了说要去一些景点呐、文化的景点呐等等的，去赏赏花啦，到大自然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啦，来一趟疗愈之旅哦。那我们也推出了这个所谓的拜财神的这个跟高雄一起合作，两边都有这个非常知名的这个财神庙，希望我们推出这个双城迎财神、喜迎财神的活动哦，那让大家在两地高雄、台南哦，只要集满事事如意4个章到这些庙里面去拜，公庙去拜。那甚至到灯会去，你只要集到章，我们就可以免费兑换哦。我们福安宫提供的这一个非常灵的这个平安符哦。那另外还有这个一些伴手礼小点心啊，像这个妈祖赐福啊，也很感谢我们文化局的这一些创意的商品。那当然哦。台南还有一件事很热啊，我们的这个台南购物节哦，对所有不管是我们的台南市民朋友，或者是你的亲家果照，对哈，从各个地方来的亲家果照要来台南找你玩的，拜托哈，一定要到我们的这些不管是老街啦，或景区啦，或者是我们的商店呐，这边去走走逛逛买买，对，因为你就有机会入住台南抽到豪宅。我们目前在黄市长这个的就是努力之下，我们有2栋房子，对，都加码，对，又加码了，就是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一些活动的刺激，让更多的旅客来到台南。它除了有价有量，然后又有很丰富精彩的灯节可以来欣赏之外，它还可以有机会一圆入主台南的梦。未来来台南虽然说我们的旅宿业者可能赚不到钱，但是你可以自己来台南住你自己的家。我想这也是一个我们准备的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礼物哦。对。那我们在好康券的部分呢，也是从17号开始，我们就也跟这个市场那边来合作。我们只要你在这一段时间到2月6号之前入住我们的旅宿，那你就可以拿到这个限量的夜市券。除了好康券之外，我们有1+1哦。那这夜市券呢，你就可以拿到我们的10大指定的夜市去做一个购买哦。那最后我还要补充的就是，大家都一直在讲国家边缘人像我自己，对，我是身份证字号10的我什么都没抽到所以呢，我们这个27组所谓的国家边缘人呢，再加上易放券其实有11组的身份证字号也是它有一些限制所以即使抽到他也拿不到的这些我们的国家边缘人伙伴们跟我一样的伙伴们来到台南呢，我们也集结了这一些优惠的措施只要你告诉我们出示你的这个证件我们知道你是国家边缘人，我们也就会提供相对应的优惠这个一路会到4月30号所以活动很多你可以来台南走走逛逛买买之外，那山区海边的部分包含说我们的双村可以去看看这个小忘忧森林啦，或者是也可以到我们的四草大众庙去搭这个绿穗的这一个了解我们的生态也是每年都得到我们米其林的这样的一个绿星的一个景点那同时呢，其实也可以抽空到我们的六甲的落羽松的那一个场域去大家来一次浪漫的网红之旅，很美。对，所以非常的丰富那我们也很期待，就是说大家来到台南的这个，不管是到我们的这个景区或者是文化设施也好，或者是在大众公共运输的同时呢，都可以特别要遵守我们的防疫的一个规定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台南市是一个安全安心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那市府也会努力
大家一起来朝着这个方向来做啊，这也是市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施政的方向。对，好，那我们台南市有这么棒的文化跟观光的展演和活动，那当然就是说在运输方面大家一定想说我要交通顺畅一点，不要去人挤人，那这方面就要靠我们交通局了。来，局长。是，我想。如果刚刚已经跟大家报告了这个在各个景区我们做好了交通的规划那另外是说也呼吁所有的用路人就是说到了景区人潮拥挤的这些观光景点，车多人多是避免不了，因为你想去大家也要去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循序渐进，然后遵守当地的相关的导引的标志，然后还有如果如果有远景跟义交在指挥，那务必要来遵守他们的指挥不要因为你自己的这个不遵守规定、不遵守秩序，那影响了这个其他人的这个权益，甚至更严重会造成安全的问题。我想这部分是要呼吁所有的这个用路人要注意这些事情。那另外我还在补充一些资讯所以如果你是从外地来要北返的话，要使用高速公路，那高速公路有一些管制的措施，那包含了就是在初3到初5的7点到早上7点到晚上的7点，有一些有匝道封闭，会封闭仁德交流道。那因为仁德跟大湾非常的靠近，所以这两个交流道呢，从过去2年的在过年的这个北返的这个时间呢，都有封闭管制。那过去2年的这个经验效果还算不错啦因为封闭之后，这个对于主线的干扰降低，那让平面的车流呢，通通都是集中到大湾上，那大家排队的秩序会更好。那我想，透过过去2年经验是，透过这样的管制呢，让大家整体的这个行车，不管是主线的车流，或者是要排队上交流道的车流的时间能够节省的比较多一些，然后行车的秩序也比较顺畅。那另外是在公车的部分，我想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除了我们衔接高铁跟台南高铁站跟嘉义高铁站的那些公车的服务持续维持之外呢，其他的公车在除夕夜的晚上7点之后就收班了，提早收班让这些司机大哥也可以回家吃团圆饭。对，不过就是坐高铁，因为很多人还是在除夕夜团圆饭之后会到达了，所以我们连接高铁的公车还是持续有服务。那另外是计程车的部分，在春节的1月28到2月6号是春节费率的模式，是会加收50元。那这个模式已经在计费表上调好了，所以这个大家搭乘的时候就是下车的时候就看计费表，按表来收钱，就按表来付费就可以了。那另外是在路边停车的部分，我们是从这个除夕到初3有4天路边人工收费的部分是不用收费，也让我们的这个收费员能够去轮班，能够过年假。那另外是不过是在路外的机械式的封闭的那种停车场是持续收费的，持续有收费，所以只有路边用人工收费那部分是暂停收费4天。那另外是重大违规的交通拖吊没有休息没有休息，因为在大家采购年节采购或者是去观光景点这个还是大家不要违规停车，因为违规还是会造成其他用路人的重大的影响那我想这个拖吊的作业会持续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遵守交通规则，那切勿任意的违规停车。那以上是重要的交通资讯呢，补充给大家。好，所以呢，我想我们台南市政府已经做好准备，尤其是这3个局势呢，通力合作之下，相信呢，今年的过年可以给大家一个防疫做好啦，又安全，然后又好玩的一个年好，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要请我们3位局长呢，针对明年度你们对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你们工作上，然后也顺便跟我们的观众拜个年好，我们先请文化局长。是。在新的一年，其实很多的文化建设必须继续的来开展，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古迹的修复，也希望在今年有更好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成果跟大家来做见面。是。那另外是我们有很多重大的文化建设，不管是盐分地带文化中心，或是我们有一些区图书馆的一个改善，或是我们即将在今年完成的中西区以州议会古迹作为图书馆的一个新建设，我们都希望在今年能够如期如此的完工，来跟所有的市民大家来见面。另外就是今年还是有很多的义务活动，不管是艺术节或是我们国际音乐节等等，
其实这些义务活动也都会非常的精彩。届时也都会邀请我们的市民朋友或是爱好艺文的朋友们，大家来到台南，一起来欣赏这些艺术活动。哇，听起来这个活动满档哦，它这个建设也满档，然后期待文化局有更好的，来跟我们观众拜个年。是，当然在虎年嘛，总是大家能够虎年行大运，欢迎大家来台南行春。好，来接下来请观光局长。接下来是虎年哦，虎年就是充满着生气，而且必须要往前要进的一年哦。那我们其实在去年接续的工作，我们今年会继续把观光前站在今年力拼把它完成之外哦。那另外我们在水陆域整合油气的部分哦，因为台南其实有60几公里的一个海岸线，而且都非常的漂亮。那我们在去年跟前年都成功争取了海委会的一个计划哦，进行了这个整个台南的我们从南区一路往北到北门的一个水陆域整合的一个计划。我们先完成了南区跟安平的一个水陆域整合的计划哦，那也希望就是说用这一些水陆域整合、油气整合的一个规划案，能够再继续跟中央来争取这相对应的一个面向海洋、向海致敬的一个观光油气的一些设施，跟把我们整个海岸线的一个景区哦，在做美化跟打亮哦。那另外就是在我们防疫的工作上面，我们还是持续不停歇哦，一定还是会继续的加强下去哦。那我们也会再跟其他的局处哦，其实像我们跟文化局哦就有合作，像在这个历史街区的部分哦，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些不同的政策的一个推动哦，让我们原本没有办法做这个深社民宿的一个区域也能够打开来哦。台南市是全国第一个有都市型民宿的城市，也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哦。我们会继续再努力下去。那我们在这个国际旅客的部分哦，虽然说台湾其实目前有 Omicron 的关系哦，那感觉很紧张哦。可是依据这个国际的一个整个现况来看哦，大家都慢慢朝向缓步安全、步伐稳健的开放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也是开始哦，今年也会针对这个旅游环境的一个优化、多元环境的一个优化，我们会持续加强。还有在国际的一个宣传上面，因为总不可能等到客人要来我们才开始做宣传嘛，我们要事先做准备。所以在这个国际推动的部分呢，我们今年也会在这个力道上面再去做一些强化，希望就是说等到这个疫情呢趋缓，那国境陆续打开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迎接这些国际的一个观光客来到台南哦。那我们在整个活动的一个办理哦，包含说我们最受欢迎的一个将军吼，还有我们每年到了年底就会有的这个圣诞跨年的这一些活动哦，这个也都是在我们今年度也在市长以及我们议会的支持之下，我们都也会再做一些强化哦。所以我相信哦，明年的这个虎年哦，大家应该是精彩可期。那我们也很期待哦，陆续一些计划的展开，可以让不管是我们市民朋友感受到整个城市的活力之外，那也可以让我们的观光客来到台南，他永远都会看到不一样样貌的台南，让他一来再来，成为民众这个所谓的重游的首选。那在这边呢，也祝福大家哦，虎年虎虎生风，那万事大吉，平安健康。谢谢局长。好，接下来请交通局长。是，我想虎年是祝大家虎年行大运。那另外是阖家平安健康，这最重要。对，不管是在疫情的冲击底下平安跟健康其实是大家非常需要注重的东西。是。那讲到平安，其实交通更重要。就是说，我想这个最近的这个大家不想看到酒驾造成重大的事故伤亡，或者说骑机车这个行人的这些事故。所以我想，交通局这边会持续在交通安全上面的这个宣导跟相关的防治上持续来努力。那另外我们也会持续的来深化透过智慧运输的手段、智慧交通的手段来解决这个交通拥塞的这个问题，那把交通的服务做到更好。另外是在市民的贴身出行之后要来开车就要停车，那停车的服务的问题，以及如果你不开车，我们鼓励大家搭公共运输，那公车的服务来升级的这些部分，不管是车辆的品质的提升，或者是这个行旅服务的提升，我想这个是会持续来精进跟要求。
那另外是在几个交通建设上，比如说我们也持续在几个重要的转运节点来建置转运车站啊，像我们最近也我们平时的这个转运站也刚BOT 的签约完成，我想是台南市规模最大、投资金额最大的转运站。那我想我们希望在这个重要的东区的这个重要的节点，透过民间参与的方式，能够把这个商业跟这个转运的公共的服务结合起来，然后做到更好。那另外是在永康交流道附近大家长期大客车停靠，影响这个沿航地区交通这个拥塞的问题，我们也找到也跟中央申请了经费，那我们会在这个永康物流园区里面来设一个国道客运跟我们市区公车的转运站。我想这个是长期在永康交流道周边这个交通问题解决的这个最根本的方法。那我们也会在今年开始启动规划程序。那我想这个加紧规划的作业之后，我们就来跟中央争取这个建制的经费。那我们可以来把这个地方的交通拥塞的问题彻底的解决。那大家很期待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几个地底的前瞻停车场也会在今年会有第1个、第2个、第3个的完工。那我想透过这一些交通建设的完成，那带给市民朋友在交通服务上的这个升级跟这个服务的便利，这是我们在市长的这个领导之下，我们交通局会持续往这个方向来努力。好，非常感谢3位局长哦。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第一家呢代表市民形象制作单位呢，就大家咱的观众朋友呢，在虎年呢能够行大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好，我们再会。